你讲我食酒醉去共拍，人即摆已经闹规定人要来甲我整哦。是啊是啊，我就昨有一个查某囡仔伫咧街仔路呀，叫人甲拍，啊有人看讲伊咧就是你啊。啊，迄个查某囡仔即摆足受气的，请什么武林高手甲伊杀手，我要来坐你算账啊！哎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我拢是阮老爸甲我害的啦，才害我吼安尼娶无某，啊我心肝头才会硬，才会去啉烧酒，啉烧酒就误大事啦，才会去惹出这个风波来啦。我这只吼一定会死在乱刀之下啦！我大啦，安尼啦，谁人叫你啦？应该死好啦，这叫做报应啦。谁叫你要对查某囡仔无礼貌？就是呢。哎哥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迄知影呢？你是咱兜的乡伙呢，啊若万不伊哦，你若是安尼拽起来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哟，咱兜的公阿妈传落来拢单传一个查甫的尔，我是中囝呢，尤其是佫孤囝，即摆我若娶起来了后，咱兜绝对无迄个乡伙好传啊！为着保全着咱道家的香烟，我一定要来走路。妹妹，你赶紧入去内底甲我款一个包啊，内底甲我缀我的衫裤，想煞起杯起边啊面桶，啊甲温泉拢甲我装起，想煞甲我砸10万块。哦，好，这我知影啦。这代志无紧要。哎哥，毋对呢，这物件我会晓款啊，啊咱兜倒来10万块啊。什么？无10万块？无10万块你也讲会出来？你不要去抢，不要去夹，不要去偷听你。嘿，啥物啊？哥，你讲的啥物话啊？哦，你为着10万块要牺牲恁小妹哦？你这大兄是安怎做的啊？无10万块是要安怎？无10万块，这时候我一定会害啊啦！因为对方若是叫来拍手，是咱庄里内底一寡狗蛇，迄是无要紧啦。我上惊就是惊伊去请迄个蓝坡。哎呦，笑死人哦！啊，你这个角色就搁用甲蓝坡，你这个三匹鹰来，迄个领坡就甲你杀起来啊！你真正有影看我这猫的无点呢？这个我自细汉就是你吼，甲扶我生就大汉啊！你嘛常甲我着厝啊，对毋对？你足疼我啊！你即摆吼我发生代志有这困难哦，你还想个办法听我啦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我爬啦，我爬怎甲拢我爬起来啦啊！好啦好啦，带念讲哦，咱着同样搁厝边对无吼？你滚去啦！你倒来去我遐地管啊味啊！你的地管啊？地管啊，说起我味落呢？毋是啦，地管啦。哦，你讲话敢若咧当大人诶，迄声音我拢分袂清楚。哎呦，阿爸，你哪会要安尼啦？你毋知影早暗啉烧酒啊？啉烧酒是在我的房间底去困的。啊，伊若去咱兜，我毋就足危险吗？袂啦袂啦！拜托你毋通看轻我的真假，我的人则是袂安尼做，你放心啦。对啦，伊是食酒醉尔啦，伊甲阿爸足有缘的，我相信伊会认假，伊绝对毋是迄种人啦。是啦，也是你较听我，你较了解我，你知影我的人的个性，我忠厚老实嘛吼。好啊，倒啊，莫搁搬，莫搁转，今日叫你阮兜紧来去啦。好啦，要去，嘛都爱互我甲我的妹妹小别一下，小妹，你来去。阿兄若是离开了后，有人来遮你问阿兄的行踪，你千万都毋通来讲，我是秘伫阿叔因兜的迄个地行内底哦。我知影啦。小妹，过是。大兄，过是。我要来去啊！再见。你着保重，妹妹请你爱的保重。这款代志啊，我白骨变，是吧？白骨大，讲正经啦，这条影梗是我保你台。啊，小等下吼，阮小姐迄个代志，你一定爱甲办好势，尤其甲拍迄个人，你一定一定爱甲找出来，甲念出来。这是小可代志啦。那是讲梁伟啊介绍你甲我熟悉哦，无我实在白骨无时间来参这代志。你也知咧，我白骨的河顶的梁伟，我专门咧走5分啊线了。啊？5分啊线？对啊。讲真，我毋捌听咧，我是要听讲有创办线，还是讲南北二路，我毋捌听5分啊线。靠呀！哦，你知阮这真卡所在，那5分啊线算我倒啦。哦，足清的对啦。小等下吼，阮头家娘就是阮董事长，念下来甲你见面，伊会摕2万块这个证下互你。 2万块证下？你好，来，请。徐总经理。啊，我知，大小姐。啊，我叫你办迄件代志，到底有消息无？啊，当然有消息啦。若办的代志，我绝对互你满意。下官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这的排骨大，伊的本名叫做小虎，大家拢叫小虎伯，伊是这的大老毛。
对啊。兄经理啊，啊，你嘛咧含慢做代志，你要找你，毋落去找一个较有够力的，无嘛较大口较有肉的。咱你找到这个安尼，两支骨头啊硬硬，螺丝卡，哎呦，搁穿铅拖，这敢有法度？报告董事长，哈，看我甲你禀报一下，但这位你毋通看讲散拢散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好手若会险，对无？一点仔就会险啊，所以讲环境会险，足力的，这个足力的赞啦，大家拢叫伊排骨大老毛呢。排骨咯，莫怪这无肉无凸咯。是。连长，哎呦，你讲我排骨的螺丝卡，真紧就好起来吗？哎呦，阿廖，一条四条，别个来谈。排骨大，小等等，对啊。妈咪啊，你不要讲啦。我莫讲。排骨大诶，莫安尼啦。你啥？你的名我早就听过啦。阮出外人对无？一件代志你若无替阮解决，想要甲阮斗三工？排骨大诶，我甲不晓讲话啦，你莫生气啦吼。哦，做咩讲得顺？我排骨的上惊知那甲生奶啦。吼。阿廖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了？对啦，排骨大呀！啊，吼，这件代志吼，你若会当讲找着讲拍我迄个人吼，这2万块，你先摕去啉茶啦。啊，若吼会当将拍我迄个人掠来我面头前拍互我看吼，后车至少还佫有2万。啊！我娘话，咱买排骨的生意汤毋捌一摆烧到4万呢。不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唔知叫你们做这个炒作。啊，那咱就拜托你啦，安尼哦。没问题，算在我了。阿勇啊，咱转来，毋通搁倒喺遮。好来，董事长，大小姐，啊，这麻烦你哦。你缺心在我啦。行啦。袂歹吼。总长，我你讲这条钱是我帮你赚的呢，我嘛有分啊。啥？这后你37分的哦。当然的啊，倒你5分仔线尔呢，这边抢管线呢。你转我啥？无，凊彩，好。安尼尔。啊！我请你来，阮这上出名的地点啊，啉茶。安尼较差不多。小胆听看卖。我甲你讲，有我排骨底，一定拢安。安，哦，我听到你的声，我嘛拢安。排骨大，就是这个拍阮小姐，来拍。这个阮家呢？啊！